苏州人家的早饭都吃些什么呢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手里面拿的呢是羊糟地的猪油赤豆糕啊，这块糕呢那可是绝子，超级好吃，真的是非常推荐啊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糕呢给它切成厚片，下锅煎一下。这个呢就有来头了，这是我昨天刚收到的苏州人过60岁生日的一个寿礼，苏州人称之为叫团子，其实呢就是糖年糕的一种啊，也是把它切成厚片。这两种糕呢我们今天下锅煎一下，煎着吃啊。先煎一下这个糖年糕，煎一下就是下锅的时候把它煎到一面金黄，再给它翻一面，翻一面继续煎。刚开始有点黏连是没关系的啊，煎到酥脆了之后呢，它筷子一夹就开了啊。接着把它夹起来，那么这个就是金黄酥脆的。接着再把这个猪油赤豆糕呢也下锅煎一下，猪油呢一煎热了之后就起锅了，不能煎得太脆，太脆了到反而不好吃，影响口感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饭，韭菜炒鸡蛋、橄榄菜、入职的萝卜头，那就是这种包装的啊，经典的小萝卜头啊，我的老粉都知道的，非常的推荐啊。那这两块糕呢给大家看一下呢啊，就这两块糕看上去就特别的有食欲啊，金黄的，然后再配一碗粥啊。然后我老公说这个肯定是羊糟地家的糕啊，你别看他是苏州人啊，他对糕团呢倒不是特别的喜好的，唯独他家的糕呢他一下子吃了好几块啊。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呢啊，上面别看一大块猪油，但是吃到嘴巴里完全不腻，而且还很香，甜度呢也刚刚好。他家的糕呢非常推荐啊。然后这个呢就是糖年糕啊，就跟我们之前我代购的那个万福兴的糕也是一样的，都是可以这样接着吃的啊，外酥里嫩，里面还糯糯唧唧，很好吃。这个呢入职的小萝卜头，它的口感呢是咸鲜甜，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呢非常的脆嫩啊，非常推荐啊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苏州人家的早饭都吃些什么呢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手里面拿的呢是羊糟地的猪油赤豆糕啊，这块糕呢那可是绝子，超级好吃，真的是非常推荐啊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糕呢给它切成厚片，下锅煎一下。这个呢就有来头了，这是我昨天刚收到的苏州人过60岁生日的一个寿礼，苏州人称之为叫团子，其实呢就是糖年糕的一种啊，也是把它切成厚片。这两种糕呢我们今天下锅煎一下，煎着吃啊。先煎一下这个糖年糕，煎一下就是下锅的时候把它煎到一面金黄，再给它翻一面，翻一面继续煎。刚开始有点黏连是没关系的啊，煎到酥脆了之后呢，它筷子一夹就开了啊。接着把它夹起来，那么这个就是金黄酥脆的。接着再把这个猪油赤豆糕呢也下锅煎一下，猪油呢一煎热了之后就起锅了，不能煎得太脆，太脆了到反而不好吃，影响口感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饭，韭菜炒鸡蛋、橄榄菜、入职的萝卜头，那就是这种包装的啊，经典的小萝卜头啊，我的老粉都知道的，非常的推荐啊。那这两块糕呢给大家看一下呢啊，就这两块糕看上去就特别的有食欲啊，金黄的，然后再配一碗粥啊。然后我老公说这个肯定是羊糟地家的糕啊，你别看他是苏州人啊，他对糕团呢倒不是特别的喜好的，唯独他家的糕呢他一下子吃了好几块啊。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呢啊，上面别看一大块猪油，但是吃到嘴巴里完全不腻，而且还很香，甜度呢也刚刚好。他家的糕呢非常推荐啊。然后这个呢就是糖年糕啊，就跟我们之前我代购的那个万福兴的糕也是一样的，都是可以这样接着吃的啊，外酥里嫩，里面还糯糯唧唧，很好吃。这个呢入职的小萝卜头，它的口感呢是咸鲜甜，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呢非常的脆嫩啊，非常推荐啊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